1661年4月21日，金门廖罗湾出发，大小战船400余，将士2万多。先破澎湖，再向台南进攻。天主涨潮，大军遂得顺利，不懈任意。入耳门登陆，在经激战历时9个月，中克热兰遮城、安平古堡那边荷兰人议和，离开占领达38年的台湾，公正成功开府台南，击鼓屯田，励精图治，建立生民根基，教宗教校讲学劝人，不遗余力奠定了台湾发展的雄厚基础。成功积了成绩，以明永16年病卒安平，时年39岁，太辛苦了啊！日本人来参观。